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7月24，诗篇46篇10安尼讲：恁着定定，着知我是上帝。我要伫列邦中做官大，受尊做大。伫遍地上也做官大。三甲来祈祷，受尊做官做大的天父，愿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独一真活上帝。天属于你，地也属你，日属你，暝也属你。地上一切的界限，是你所设立。夏天甲冬天，是你所定着。春天甲秋天，也是你所备办。主啊，愿感谢你。万物拢照你的旨意来设立，万项事你也拢照你所定着的时。主啊，独独阮要保养你的奇妙所做。也要唱歌学乐你的名。主啊，因为你爱阮，就定定，就知你是上帝。阮要伫列邦中，尊你做权做大。因为你的荣光遍满全地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